伫咧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台南有真侪文化观光旅游的行程，欢迎民众会当来到台南斗闹热。台南的古迹节、庙宇节、美食节、豪华景区更是丰富侪项，绝对是连节期间旅游的第一选择。也都规划了很多应节行春的这些活动，所以今天透过记者会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目前已经开展的有2个灯节，一个是龙起光节，号称是最美的山林的一个灯节；另外是我们月经港的灯节，也是在水域上最美丽的一个艺术灯节。那目前月经港灯节是今年是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是以往的3倍大，所有的作品有将近83组件哦，所以山居在整个水域巷弄，甚至我们的盐水车站，总共有5大灯区，所以要参观艺术灯节，我想台南绝对是首选。那另外就是来台南一定要到古迹去行春，才有像过年的感觉。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众神之都哈，那告诫贵尼西亚就是大家去祈求神明拜拜啦，能够求得一年好年的一个一年之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季节哦。所以观旅局其实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搭配各局处，我们来整理了一个全台南在过年的这段时间，我们总共有60几个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哦，我们来筹划了这个台南行春网哦。在这上面呢，当然最重要的在这个季节当然就是我们的防疫的工作。所以大家点到我们的网站进去之后，你就会先看到就是我们防疫的相关的一个须知。那第2个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交通的一些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交通，甚至我们也连接到我们交通局的这个即时的这个交通的一个网站有一个讯息的一个布达。准备要迎接好年的来到，台南市府伫咧赤坎楼举办好野新春的特展，展示好野相关的文物佮艺术品将近30件，民间的传说佮有包括15项好野相关的文创商品，互来到古迹参观的民众会当对好野有更侪了解。市长会厅嘛特别来到现场来向民众宣传连节期间的丰富侪项的旅游景点。同时嘛，展出今年头一波的台南古迹限定的纪念商品。在台南，不管是在文化之旅，还是在饭店、观光景点，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因为推出了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仁者耀山的空山祭，或智者耀水的月经港灯节，其实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或者是你如果光是在台南住宿，你拿到了好康券，本身就有600多项的优惠那你拿了好康，凭着这个好康券，在台南走透透、吃透透、玩透透，都非常适合。另外，针对疫情台南本土家庭破功，市长表示，市府团队会积极来展开一连串的精准防疫措施，并把相关的疫情资讯公布在相关的网站，让民众会当掌握第一手的疫情消息。面对这个台南市的本土疫情，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些防疫措施。所谓加强防疫措施，就是明定除了中央所规定的，包括一些活动还有包括其他之外呢，我相信对于这个戴口罩还有这个景点的查方面，我们一定要落实。那对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已经现在对于一些比较老旧的防疫旅馆，我们都有配发这个紫外线的杀菌灯。那对于加强打疫苗的部分，我们在春节期间也是应该说都是这个都开不休息，都有加开疫苗接种站。那至少是从初3开始就开始打。至于初1、初2有没有开始打，我还是要去在我们内部还要再开会因为毕竟也要考量了医护人员的人力调度，以及他们自己本身他们自己也要过节。那基本上我只能说，我们目前为止这个台南的这2例的案例，其实基本上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好。